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居家照护常常会用到跟浴室沐浴及洗头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阿爸，今本日爱留用天手洗身，留洗头那么？好，爱扶你去洗身间黑色、微滑，行路的生意。好，我请假去买买对到，留意来天手真好。洗身前，你先抽滴亮偏稀灯的乌尿，爱为天手处理。你基本日的尿较少、色较黄，记得要多啉水哦。好，我要记得。接下来洗头那么，你做得刺激下指甲脱衫。你看，我做的指甲清痛的是清凉指甲脱衫，亮亮衫绝无几多摆含东西。亮亮衫冻浆，我拿得防顺病。要开始洗头那么嘞？好。热水的温度做得无？做得温度拄好。我留意个洗发精洗头那么？好。接下爱冲水，你的木珠要塞起来。好。我留你的头那么出走来。好的。接下来洗面捞身体。好。你做得刺激下指甲高擦骨，我将天手冲水。洗身的时节，脚骨尾要洗清。好，我做的指甲做的是清凉指甲做。洗好咧，进房间，我用吹风机捞你的头那么吹走来，用现脏唔会烦到。好，谢望你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视线相调。照服员协助个案到浴室时，提醒要放慢动作。这时候会说：浴室湿滑，走路要小心。洗身间黑色、微滑，行路的声音。洗身间黑色、微滑，行路的声音。洗澡前，照服员会协助个案坐在马桶椅上排尿，同时观察尿液，会说：您先坐在马桶椅上排尿，我会帮忙处理。医生抽滴粒偏稀灯的乌尿，我要天数处理。医生抽滴粒偏稀灯的乌尿，我要天数处理。照服员鼓励个案自己穿脱衣服，手脚功能才不会退化太快。此时会说：您可以试着自己脱衣服。你做得试一下指甲脱衫。你做得试一下指甲脱衫。照服员礼貌地告知个案现在要进行的动作，例如要开始洗头发了，这水的温度可以吗？
我开始洗条南无咧，你啊水的文图做得无？我开始洗条南无咧，你啊水的文图做得无？冲洗头发时，照服员会叮咛闭起眼睛，此时会说：现在要冲水，您的眼睛要闭起来。一下爱冲水咧，眼的目珠爱闭起来。一下爱冲水咧，眼的目珠爱闭起来。洗完头发要将头发吹干，以免着凉。我们会说：我用吹风机把您的头发吹干，这样才不会感冒。我用吹风机把眼的条拿毛吹走来，这样才唔会寒到。我用吹风机把眼的条拿毛吹走来，这样才唔会寒到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协助个案到浴室时，提醒要放慢动作。这时候会说：浴室湿滑，走路要小心。洗身嘅下湿袂滑，喊路的声音。洗身嘅下湿袂滑，喊路的声音。洗澡前，照服员会协助个案坐在马桶椅上排尿，同时观察尿液，会说：您先坐在马桶椅上排尿，我会帮忙处理。唔使坐伫遐偏去电脑恶摇，还袂特殊处理。唔使坐伫遐偏去电脑恶摇，还袂特殊处理。照服员鼓励个案自己穿脱衣服，手脚功能才不会退化太快。此时会说：您可以试着自己脱衣服。你坐在池下，一架脱上。你坐在池下，一架脱上。照服员礼貌地告知个案现在要进行的动作，例如要开始洗头发了，这水的温度可以吗？我开始洗头那么累，那水的温度做得吗？我开始洗头那么累，那水的温度做得吗？冲洗头发时，照服员会叮咛闭起眼睛，此时会说：现在要冲水，您的眼睛要闭起来。你还会冲水咧，你的目珠会闭起来。你还会冲水咧，你的目珠会闭起来。洗完头发要将头发吹干，以免着凉。我们会说：我用吹风机把您的头发吹干，这样才不会感冒。我用吹风机让你的头毛吹走来，这样才不会浪倒。我用吹风机让你的头毛吹走来，这样才不会浪倒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